2025年9月15号，谷歌股价大幅上涨，推动其总市值正式站上3万亿大关，成为历史上第4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公司。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联邦法院在长达5年的谷歌反垄断大案中做出了关键判决，虽然认定谷歌在搜索和广告领域存在非法垄断，但处罚远轻于市场最坏预期。美国司法部原本要求谷歌剥离 Chrome 浏览器，甚至可能涉及安卓系统。那最终判决允许谷歌保留 Chrome 和 Android， 只需要分享部分数据给竞争对手，对谷歌广告业务影响有限。这一次突破对于谷歌来说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市场用真金白银确认了谷歌未来的3件事。第一，谷歌 AI 转型成功了。 Gemini 家族，尤其是 Gemini 3系列的快速迭代，搜索 AI Overviews 的普及，云业务加速盈利，让市场相信谷歌没有在 AI 浪潮中掉队，反而凭借着搜索加 YouTube 加 Android 加 Chrome 的超级数据飞轮，成为 AI 时代最全面的玩家之一。第二是谷歌的核心基本盘依然稳如磐石，搜索广告收入仍占 Alphabet 总收入的 70% 以上。即使面临 AI 搜索竞争，谷歌的默认地位加生态闭环让变现能力无人能敌，反垄断判决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个护城河。第三，谷歌的长期想象力全面打开，投资者开始为以下的未来故事付费。谷歌云，全球第3大云厂商，增长最快之一。Gemini 崛起，端侧 AI Workspace 企业 AI 工具的全面渗透。Waymo 每周45万加付费乘车，自动驾驶从烧钱到可见增长。量子加 AI 的长期指数级潜力。整体生态 AI 基础设施、硬件、视频等全面 AI 重构。25年12月22号，谷歌以47.5亿美元收购 Intercept Power 清洁能源加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那我们都知道 AI 的指数级发展带来了算力需求的爆炸式增长，而算力背后是惊人的电力消耗。2025年，谷歌、微软、Meta 等巨头的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爆炸式增长，同时科技公司都面临巨大的减排承诺压力，所以必须使用清洁能源。 Intercept Power 就是一个独特的清洁能源加数据中心一体化开发商。 Intercept 拥有独特的模式共治，把数据中心直接建在新能源发电厂旁边。这种自带发电的工业园模式，一是速度快，可以绕过传统电网漫长审批和升级，直接自产自用，项目上线时间从几年缩短到1到2年。二是成本低，新能源加电池的边际成本极低，且不受电网波动影响。第三，可靠与清洁，它优先用可再生能源，符合谷歌247无碳能源承诺，同时提供稳定电力。这笔收购绝不会是孤立事件，而是 AI 巨头电力战争的缩影。微软也在疯狂签核电地热协议，亚马逊在投资小型核反应堆， Meta 在建自有发电园区。谷歌这一步最激进、最全面，等于公开宣布，未来 AI 数据中心将越来越多采用自带能源的工业园区模式。这是谷歌在 AI 时代打的最重要的一张电力牌，用真金白银买断未来算力供给的瓶颈，确保 Gemini、TPU、云服务等 AI 业务的长期爆炸式增长。22年 ChatGPT 爆火开始到现在25年底，即将迎来26年。谷歌用3年的时间，从被市场认为的 AI 落后玩家到现在的 AI 领头羊，从被 ChatGPT 打懵到全面反攻，一路走来谷歌靠的是组织重构加技术硬实力加生态渗透加基础设施压注，方方面面力争做到行业最佳，持续不断的创新研发，扩大自己的商业帝国。那现在谷歌不再是差点错过 AI 革命的老大哥，而是 AI 时代最全面最有底蕴的超级玩家之一。下面我们来看 Alphabet 的3大收入板块。目前收入结构已经非常稳定了，谷歌云的占比和增长速度明显提升，广告业务绝对主导地位依然无人能撼动。我们来看下图，对 Alphabet 的3大收入板块进行直观的总结。3大收入板块，第一个是 Google Service 逐利印钞机收入占比 82% 到 85%， 是谷歌目前最核心最稳定的赚钱引擎。25年 Q3 财报中，这个板块贡献了871亿美元收入，同比增长 14%， 占 Alphabet 总收入1023亿美元的 85%。 这个板块赚钱的逻辑非常清晰，绝大部分靠广告，但非广告部分正在快速成为第二增长曲线。 Q3 的广
告收入达到了741亿，同比增长 12.6%。广告收入部分细分如下：第一是 Google Search and Others Q 三收入566亿，同比增长 15%， 这是最赚钱的部分，占比最大。那指的是用户搜东西的时候出现的文字、图片广告，增长驱动来源于商业搜索强劲， AI Overviews 虽减少了部分点击，但整体搜索量增加加广告位优化让收入继续加速。第二 YouTube 广告 Q3 收入103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属于视频广告，增长强劲，主要受益于短视频广告渗透率提升加品牌广告回暖加直接响应广告表现突出。第三 Network 合作伙伴网站广告 Q3 收入74亿美元，同比下降 2.6%。 通过 AdSense、AdMob 等在第三方网站 APP 上投的广告，目前小幅度负增长，主要原因是谷歌战略转型自有平台，即 Search 加 YouTube 这种更高利润的广告，所以 Network 近年来占比持续下降，从几年前的15%到20%降到现在不到 10%。那非广告部分 Q3 达到129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其收入细分如下：第一是付费订阅，包括 Google One 云存储、YouTube 会员、YouTube TV、Google Workspace 等部分付费板块。25年 Q3 Alphabet 整体付费用户超过了3亿，主要由 Google One 和 YouTube 驱动。Google One 是在2018年5月正式推出统一付费云存储与会员订阅服务，那核心是拓展云存储空间，所有谷歌服务通用一些会员福利以及家庭共享功能。 YouTube Premium 的核心是去广告和离线播放，旨在为用户提供无干扰更便捷的观看体验，目前已经超过1亿付费用户， Google One 也在快速追赶。Google One 和 YouTube 的订阅收入近年来增长强劲，因为用户越来越愿意为无广告的 YouTube 加大容量云存储加 AI 增强功能付费。 YouTube TV 是流媒体订阅服务，用户支付月费收看，包含本地频道、有线新闻和体育网络在内的数十个频道，同时也提供了付费附加频道和视频点播的内容。 Google Workspace 主要服务于企业和组织，用户可使用自有公司域名创建专业邮箱，并获得统一的管理员控制台，增强的安全性和合规工具。最新版本的 Google Workspace 以深度集成 Gemini AI 助手，可在 Gmail、文档、会议等场景中提供 AI 辅助写作、总结、翻译等功能。它被市场视为微软 Microsoft 360在云端办公室市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第二硬件包括 Pixel 手机、Pixel Watch、Nest 智能家居等，三者在前文谷歌的时间轴中我们已经讲过了。Google Play 商店它是安卓用户下载应用的门户，更是谷歌在移动生态中稳定高利润的现金流来源。盈利来源主要是向应用开发者抽取佣金，佣金来源包括用户付费购买 APP， 在免费 APP 中购买虚拟商品，在 APP 内订阅服务等。与 Apple Store 一样， 30% 的抽成比例长期受到全球开发者和监管机构的批评，被认为过高。所以23年为了应对反垄断诉讼，谷歌在部分地区允许用户选择第三方支付，谷歌佣金会降低 3%到4%， 虽然会影响利润，但维持了谷歌生态合法性和持续性。Alphabet 的3大收入板块，第二个是谷歌云。谷歌云是23年由亏转盈开始，在25年已经成为 Alphabet 最亮眼的第二增长曲线。在 Q3 财报中，这个板块收入达到152亿，同比增长34%，远超整体公司的 14% 的增速。经营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17%提升到 23.7%， 已经从烧钱期全面转向为赚钱机器。谷歌云的爆发不是靠低价竞争，而是凭借谷歌独有的 AI 基础设施优势，完美卡位了2025年企业 AI 转型的浪潮。目前谷歌云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第一 TPU， 谷歌自研 AI 芯片，提供超大规模训练推理能力，企业客户可以用它训练自定义模型，成本比 GTU 低 30%到 50%。 通过谷歌云向企业出租是25年谷歌云收入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在25年 TPU 需求量同比翻倍。与传统硬件进行对比的话， CPU 通用计算适合简单任务，但 AI 效率低， GPU 并行计算强，但为图形渲染优化，对 AI 有冗余开销， TPU 纯 AI 优化，状态超好，能处理大规模并行
行运算。自2016年谷歌 I/O 大会上发布的第一款 TPU V1 开始，经过快速迭代，目前最新版本 TPU V6、V7、V6 侧重训练， V7 侧重推理。目前 TPU 的主要优势是成本效率，在使用 TPU 训练自定义模型时，成本比等效英伟达 GPU 低 30%到 50%。 此外25年在 AI 推理成本飙升的背景下， TPU 在某些基准测试中比 GPU 快4倍。缺点是 TPU 灵活度不如 GPU， 不适合非 AI 任务，需要代码优化。25年11月25号 Meta 正在与谷歌谈判一项几十亿美元的协议，从27年起在数据中心使用谷歌的 TPU， 这可能将 Meta 的部分 AI 工作负载从英伟达 GPU 转移走。当天英伟达股价最高跌了4个点，而 AMD 跌超 9%。 市场预估 TPU 可能抢占 AI 推理市场 10% 的份额，侵蚀英伟达的统治地位。那这种预估也反映在估值上，当天谷歌股价上涨。为应对 TPU 的竞争25年12月24号，谷歌以约200亿美元收购 Groq 的部分资产，而 Groq 的创始人和 CEO Jonathan 正是谷歌 TPU 的核心概念的发明者。他在16年辞职后创办 Groq， 专注于更快的推理芯片。那么为了规避反垄断审查，此次并非完全并购， Groq 将继续独立运营，但英伟达获得了知识产权和人才，融入了英伟达的生态，市场反应积极，英伟达股价上涨。总之TPU 是谷歌10年 AI 硬件投资的结晶，在云战争中提供成本和效率优势。 Meta 谈判和 Groq 的收购显示出 TPU 正在乘数行业，未来如何要拭目以待。第二是 Gemini， 它是谷歌开发的生成式 AI 模型家族。那这些模型通过 Google Cloud 的 API 直接集成到企业应用中，帮助企业用户实现 AI 自动化、数据分析和生产力提升。目前已经迭代到了 Gemini 3系列，有 Gemini 3 Pro 和 Gemini Flash。那 Gemini 模型家族是谷歌将前沿 AI 研究产品化和平民化的集大成之作。它通过云端 API 赋予企业定制 AI 的能力，更通过 Gemini for Workspace 这样深度集成，让 AI 能力无缝融入数亿用户的日常工作流，直接从效率提升中创造可衡量、可感知的商业价值。第三 Vertex AI， 它是谷歌 Cloud 推出的统一 AI 开发平台，它被视为谷歌云的杀手级应用，因为它直接驱动 AI 基础设施需求。 Q3 收入占比云总收入超 25%， 同比增长了 100%。简单来说 Vertex 就像是一个 AI 流水线工厂，用户输入数据和需求，那 Vertex AI 输出可生产的 AI 应用，从数据到部署模型，全自动化管理，极大降低了企业 AI 应用门槛。反馈显示，使用 Vertex AI 可将 AI 项目上线时间缩短 50% 以上。26年展望， Vertex 将进一步集成 Gemini 3 DeepSync， 提升代理推理，收入占比预计提升至 30%， 推动云整体增长。观察谷歌云的收入，除了上述3个产品服务，还有一项重要的指标，云积压订单，这是谷歌云未来收入的铁板保障。截止到25年 Q3 谷歌云的云积压订单已经高达了1550亿美元，环比大增490亿美元，46%的增长，同比则是增长超 82%， 远高于竞争对手亚马逊云和微软云的增速。亚马逊云 Q3 的云积压订单增长只有 20% 到 30%， 微软云则差不多，凸显了谷歌云在 AI 云市场的加速领先。那这主要得益于25年前9个月谷歌签下的超10亿美元级别的大单数量，比23到24年2年的总和还多。这些大单平均期长3到5年，价值从10亿到50亿不等，聚焦 AI 转型，但需要注意风险。如果经济衰退，企业可能取消部分合同，虽有罚金，但影响现金流或是竞争加剧，如微软云新 AI 服务抢单等。Alphabet 的3大收入板块，第3个 Other Bets。 那在之前我们已经说过， Other Bets 旗下的项目属于 Alphabet 对未来的赌注，大部分都在烧钱，很少有盈利的。 Q3 的收入仅 3.44 亿美元，经营亏损14亿美元。 Other Bets 的项目目标是解决全球性大问题，比如交通、健康、能源等它被称为月球计划，因为在追求10倍创新而非 10% 的改进。这些项目聚焦于最前沿，如自动驾驶、科学健康、无人机等。
到25年底这个板块仍处于大量投入阶段，收入微薄，亏损巨大。其中威某已经开始展现商业潜力。25年还在活跃的项目有威某无人驾驶出租车、Verilite 生命科学和健康科学，这里面包括隐形眼镜、AI 诊断，Win 则是无人机送货服务， Calico 抗衰老和长寿研究， Isomorphic Labs AI 药物发现，其他的如 Intrinsic 工业机器人、Mineral 农业 AI 以及25年独立或出售。这些项目短期烧钱，但长期可能成为新增长引擎。皮查在电话会议说他们是对未来的投资，类似于早期安卓的投资回报。目前 Otherbase 的收入主要来源于 Waymo 的付费乘车收入， Verilite 的健康设计销售， Win 的无人机服务等，小部分来自于专利授权或者合作伙伴分成。那经营亏损则包括研发费用、车辆、设备采购、测试运营等高额支出，如 Waymo 的车队扩张和数据中心建设，整体板块毛利率负值，短期拖累 Alphabet 的利润率。2015年以来 Otherbase 累计亏损了超300亿美元，但 Alphabet 视之为必要的投资。 Alphabet 计划26年将 Otherbase 的亏损控制在40亿美元以内，并推动更多独立项目，如 Isomorphic Labs 的药物发现 AI。 长期这些项目可能贡献 Alphabet 超10%的收入。那在了解了谷歌时间轴和收入结构后，相信大家已经对谷歌的产品服务脉络有清晰的认知。接下来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将这些产品服务进行一个大的排名。首先第一是 Google Search 加 AI Overviews 支撑了谷歌绝大部分的收入。第二是 YouTube 全球第一视频平台，月活跃27亿。安卓全球超70%的智能手机系统。4 Chrome 全球第一浏览器，市场份额超60%。第5 Gmail 加 Google Workspace 企业邮箱加办公套件。第6 Google Maps 导航加位置服务。7 Google Play 的安卓应用商店。第8 Gemini 大模型家族。第9 Pixel 手机、耳机、手表。 Next 智能家居。10 Google Cloud 全球第3大云厂商，增长最快之一。接下来我们讲谷歌护城河。从95年到2025年，谷歌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只会做搜索引擎的公司现在它早就已经成长了一个超级数字帝国，拥有着坚不可摧的护城河。那我们可以总结6个点第一是数据飞轮，这是谷歌最强的护城河。搜索加 YouTube 加安卓加 Chrome。搜索用户每天几十亿次的查询，产生最真实的意图数据。YouTube 每天观看时长数10亿小时，收集行为兴趣数据。安卓全球超70%的手机收集位置 APP 使用硬件数据。 Chrome 全球超65%的浏览器收集网页浏览历史。这些数据互相喂养 AI 模型，模型越强，产品越好，用户越多，数据越多，最终形成指数级正反馈。其他无论是 OAI、Meta 还是字节都难以追上。第二是默认地位加独家协议。反垄断判决后谷歌被迫开放安卓选择引擎，与苹果协议调整，但用户切换成本高，无论是习惯还是生态依赖。例如 iPhone 用户超90%仍用谷歌搜索，安卓的预装谷歌套件也让竞争对手难以渗透。短期内至少3到5年，默认地位依然是最大的流量入口。第3是最强 AI 基础设施加 TPU。 谷歌自研 TPU V6、V7 在特定 AI 任务上的成本和效率领先英伟达，推理场景尤其明显。25年需求翻倍，加上自建清洁能源 Intersect 的收购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谷歌形成了算力加电力加软件的完整 AI 基础设施链条，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复制这个垂直整合能力。第4是工程师文化加顶级人才密度。谷歌依然是全球 AI 人才最想去的地方。25年虽有大厂并和人才流失，但整体学术产出跟工程文化和激励机制仍领先。顶尖人才密度是 AI 创新的核心，很难用钱短期买来。第5是全球最大规模爬虫加索引。谷歌的爬虫系统每天处理数百亿网页，索引覆盖度全球第一，加上 YouTube 视频、Google Maps 位置数据、Play 商店 APP 元数据，形成最全面的知识海洋。 ChatGPT 等虽有实时搜索，但广度和深度远不及谷歌。第6，广告主生态闭环。谷歌拥有全球最大的广告主网络，从中小企业到可口可乐、宝洁等，精准投放能力无人能敌。25年 AI Overview 虽减少部分点击，但广告主更愿意为高质量意图流量付费，生态粘性极强。
总结来说，谷歌的真正护城河不是单一产品，而是数据飞轮加默认地位加 AI 基础设施的3重叠加，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从外部攻破的数字帝国。即使面临反垄断、AI 原生搜索崛起等挑战，短期内这些护城河仍让谷歌稳坐 AI 时代最强玩家之一。我们再来看谷歌竞争格局，25年底的谷歌在各大核心领域仍保持强势地位，但 AI 原生搜索和生成式 AI 已成最大威胁，传统优势领域则相对稳固，如图是目前其各领域的竞争格局。总之，谷歌在传统基础设施如搜索、安卓、Chrome、YouTube 上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但 AI 时代真正战场已经转移到生成式 AI 和撒模式，这里 OpenAI、Anthropic、DeepSeek、xAI 等新势力威胁最大。谷歌靠 Gemini 加 TPU 加云基础设施苦苦追赶。25年的谷歌依然是最全面的 AI 玩家，但护城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尤其是 AI 原生搜索对点击变现的冲击，以及大模型领域的军备竞赛。对谷歌最后一句的总结，谷歌是一家以搜索广告为核心， AI 为新引擎，云服务为第二增长曲线，操作系统加视频为生态护城河，同时在疯狂压住未来10到20年科技可能性的超级科技帝国。